有觀眾關心喺評論區留言，就話2000尺1000馬幣，咁其實究竟係講緊尺價定係總價呢？我諗香港人都比較關心，如果喺馬拉而家點樣可以用一個抵嘅價錢可以買到產品。咁確實而家我上次提嘅話喺高爾夫球別墅入邊咧，講緊2000尺。有埋裝修，其實都係講緊百零萬馬幣。咁如果你話真係去計尺價嚟講咧，唔使1000萬尺添，咁啊有埋裝修。咁所以其實我點解個人推介？如果你話考慮買別墅作為長期自己可能喺嗰邊退休嘅話，其實喺高爾夫球嗰邊嘅別墅嘅貨咧係可以去揀嘅。其實高爾夫球場嗰邊咧，整體嘅管理呢幾年咧都非常之好。我哋過去參觀嗰陣時咧，都好多嘅韓國人去打波啦，新加坡嘅車牌咧隨處可見，咁即係反映就話其實都有一批高端嘅消費者咧，特登去嗰個場嗰度打波，咁所以其實整體嘅管理啊或者餐飲啊等等咧都幾熱鬧。推出咗新嘅 MM2H 金融特區計劃，門檻低咗好多。咁其實同舊有嘅有咩分別呢？舊有嘅計劃基本上就大家都會記得啦。咁政策上佢改咗，但係就相對嚟講要求都高嘅，咁所以亦都導致呢個計劃咧唔算反應理想。所以其實今次個計劃新推出嚟咧，就個門檻確實低咗好多。咁其實大家 recall 翻舊嘅計劃咧，就講緊歲數方面咧係35歲以上。咁啊，今次咧其實25歲以上就已經可以申請啦。咁同埋咧月入方面咧，其實咧舊計劃咧係講緊你要有4萬蚊馬幣嘅要求。咁呢樣嘢嚟講，正就對香港人嚟講咧，其實個門檻係唔低嘅。咁啊，今次咧其實咧講緊係冇一個具體嘅月入要求。咁當然咧，而家最新嘅 policy 嘅要求咧，就話你都要提供翻你係做緊嘢嘅，或者你退休人士，基本上你每個月嘅存款都有一啲叫被動收入嘅。咁但係相對嚟講冇一個實際數字嘅要求咧，就彈性好多。咁啊，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好多朋友嚟講都係規劃緊佢哋諗住用呢個 program 去退休嘅。咁啊50歲嚟講咧，講緊咧就冇一個居住嘅要求。咁但係當然啦，所謂嘅居住要求其實講緊你一家人過去1年90天咧，其實係一家人累計咧都係簡單嘅。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買個房產啦。咁今次大家都知道啦，有唔同嘅 plan 推出嚟。咁但係最低嚟講，因為其實而家市場上都有好多客人咧，相對預算唔係咁充裕嘅話咧，其實今次嘅有個叫特區計劃係可以買一個50萬嘅馬幣嘅房產咧，你就已經可以申請到啦。咁同埋咧存款嘅要求嚟講咧，講緊50歲以上嘅朋友嚟講咧，係3.2萬嘅美金咧。咁啊，相對真係比較彈性啲喎。咁當然啦，如果啲朋友嚟講我都係要揀其他嘅 program 嘅話，咁啊講緊最低嘅要求咧就15萬美金嘅要求。咁啊，整體而言嚟講咧，其實今次嘅反應由舊年推出到而家，即係大概半年度啦。整體嘅反應，我哋會見到個升溫度係越嚟越多嘅。咁亦都有消息流出啦，呢個新計劃咧，其實係可以買到新山其他樓盤。咁其實係咪真嘅咧？政府亦都未太明確出嚟去澄清啦。咁呢樣嘢大家都係一個謎團有謎團啦。咁有啲即係個別嘅朋友亦都可能已經聽咗啲朋友講係可以嘅。咁但係咧，其實而家最新嘅情況，政府都澄清咗咧，其實而家係只係會認可喺森林城市入邊嘅房產先可以係用50萬馬幣去作為一個叫做第二階段申請嘅資格。因為其實森林城市本身嚟講，而家可以符合到呢個要求嘅類別嘅產品咧都多嘅。我哋講緊洋房，即係50萬鬆啲，其實大家都買到有基本有裝修啦。個 size 唔係講緊一啲我哋叫做傳統好細間，咁啊都有40-50平方米嘅一個住宅。咁我覺得係 OK，所以我自己覺得就第二階段喺呢個特區入邊咧，明確咗件事。咁同埋本身咧，政府亦都會扶持係呢個叫經濟特區啦。咁有好多政策去傾斜，咁變咗其實個特區有得發展。咁如果你買咗一層樓，有政府嘅政策一個導向咧，係好事。即係短期無論你唔會喺嗰邊話諗我自己做生意啊點樣，但係其實你喺個特區入邊享受緊一個發展咧，確實係好事。咁因為其實我諗疫情呢個打擊係全世界嘅。
咁所以最大個影響就係原本好多客人都係買喺嗰邊，未有計劃喺嗰邊係長居留，咁疫情更加佢哋都未喺嗰邊啦，咁變咗最大影響就係話好多嘅商鋪嘅營運確實係出咗問題。咁但係而家你哋去睇，咁我覺得最好嘅驗證係乜嘢咧？就日頭夜晚你都過去睇一睇，因為我哋所有嘢都係講緊咧眼見為實。咁其實夜晚就着晒燈嘅，其中一個點就係話我哋會見到好多馬來西亞嘅人咧，即係包括我識嘅舊同事咧，其實好多人都會喺新山依頭住，咁因為佢哋會係喺新加坡打工。咁啊，當然啦，有部分有自己有樓，我自己舊同事其實喺新山都有套別墅，好鬼平，唔貴嘅。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就會喺嗰邊打工，佢真係租樓住。咁啊，正嚟講，有好多之前買咗森林城市嘅國內朋友啦，咁佢都唔係真係喺嗰邊長住啦。咁啊，好多朋友都會租咗層樓出。咁當然租金老實嚟講就唔會話好話我哋去標榜呢個地方話租金好似吉隆坡咁高啊咁樣。但係其實就夜晚去到，你會見到第一即係燈火通明，真係有人住啦，因為租金平。佢哋喺第二關口翻去新加坡咧，其實交通係比較方便，因為我哋大家都知道啦，第一關口經常都過時過節啊，或者禮拜五啊、禮拜六塞車，呢個係確實大家要面對。如果你就算買咗其他地方，確實你真係會遇到呢啲事情發生。咁但係第二關口確實都係方便，因為我哋自己親身去體驗就話，我由樟宜機場就點對點去過關，唔使點樣落車。咁其實1個鐘頭就翻到森林城市，咁我覺得呢樣嘢香港人嚟講都係最緊要方便啦，唔好有啲咩中間差池啊、麻煩嘢會發生。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話呢個點係好多馬來西亞人？咁我自己覺得有馬來西亞嘅人喺嗰度住，即係代表整體嘅交通佢哋覺得係便捷先啦。第二樣嘢啲鋪位咧，其實陸陸續續咧都賣翻俾本地，因為其實疫情期間又好，或者之前都好，因為其實個點之前係太火熱啦。咁發展商有自己嘅招商計劃，但係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呢個盤點解咁抵賣咧？就因為發展商真係要套現，面對資金嘅壓力啦，所以會有啲話你都成日 O 咗嘴問我，喂，2000尺買100零萬係真定假嘅別墅？咁確實係有呢樣嘢咯。咁我自己覺得，因為而家喺呢個疫情後個經濟世代。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話馬來西亞依個盤，其實全世界嘅樓盤都會有個叫出貨嘅壓力。咁啊，遇到一啲真係緊絕嘅發展商，佢願意用一個優惠嘅價錢，你又唔使冒啲咩風險，因為層樓已經起好咗。咁所以其實啲貨係抵買。咁森林城市呢個項目，你覺得最適合邊一類型去考慮咧？當然啦，就如果做 MM2H 佢要做特區，咁啊唯一嘅選擇就係森林城市。咁所以其實如果有批客人佢哋自己係預算唔多，咁一定會做第2階段特區嘅計劃。咁即係唯獨而家可以揀嘅項目就係森林城市啦。可能最近我哋都有啲客人做咗啦，其實真係買50萬多少少價錢，咁佢覺得成件事合晒自己預算啦，咁就 OK。咁但係當然啦，森林城市我自己覺得係一個真係大項目，佢亦都唔係話今日我將啲所謂嘅之前嘅貨賣完俾你啦，完事收檔。其實發展商亦都係繼續會想發展呢邊。咁啊，政府嘅政策我哋講緊唔係一個住宅嘅政策，佢哋係會發展到家辦，會有開，甚至乎你喺入邊咧已經有政府機關進駐咗，你要開公司嘅話咧，係當喺森林城市專門有個 office 係幫你去做開公司。咁亦都係講緊有免稅啦，因為其實入到去喺入邊咁就係一個啦。其實朱古力喺入邊，其實佢做咗一個免稅嘅講，其實基本上呢個都係政策。咁啊，附近亦都會有好多我哋熟悉嘅一啲醫療機構，譬如香港港醫。其實而家喺馬拉，我哋即係喺森林城市附近咧，港怡醫院都係一個出名嘅。咁啊，同埋有個大學城咯，咁真係喺10零分鐘車程會去到咯。咁因為其實大學城入邊有好多國際學校，咁我自己身邊有啲同事，其實佢都真係諗喺疫情係送佢小朋友未必去英國。咁國際學校喺馬拉，全個馬拉讀國際學校咧，個賣點就係平咯，同埋嗰啲學校都係好嘅學校。亦都有啲朋友確實係喺新加坡有啲親戚朋友喺度，
咁因為大家都知道新加坡而家做移民係門檻真係非常之高啦。如果我哋唔係講緊富豪級嘅人，即係喺網上一 search 到係嗰啲超級大企業，你都即係新加坡都唔歡迎。有啲朋友因為有朋友喺新加坡啦，咁其實住喺新山去新加坡就係咁方便，因為我哋都會見到有啲住喺馬來西亞朋友揸車去新加坡。咁呢樣嘢亦都好似驗證到而家香港人揸車去大灣區嗰種，即係大家有朋友我喺中山珠海，我哋探下佢，我可以揸車上去，咁確實係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其實有啲朋友話會諗新山，咁新加坡人面對緊一個生活嘅壓力，因為其實即係以前我哋去新加坡做咗好多新加坡房產，我會 feel 到而家你去新加坡咧，即係作為我哋嚟講咧，消費真係貴。咁所以其實好多新加坡人咧都喺新加坡。即係嗰邊咧，佢部署佢哋自己退休嘅計劃咧，就喺新山買樓。咁所以最近我都聽到有啲新山嘅樓盤係要排隊買樓，亦都包括新南城市，亦都幾多新加坡人會過去買入手，就因為平。咁 MMPledge 呢個計劃，如果有興趣嘅申請人，你有咩提示俾佢哋咧？做功課我一定係需要嘅。咁因為其實最緊要就知道，因為之前亦都有啲朋友就講過 topic 去馬來西亞旅居，因為香港人亦都可以去嗰邊個簽，即係我哋嘅 passport 去嗰邊喺逗留3個月啦。咁第一個最啱唔啱自己，你真係過去住一排，呢個係去 tax 嘅。但係當然啦，有啲朋友冇咁嘅時間，所謂嘅旅居，咁當然咧就自己做多啲功課，因為其實坊間亦都有唔同嘅 YouTuber 係講緊馬來西亞。咁我自己覺得聽，即係我哋大家都要 fact check， 即係唔好話淨係聽邊個，自己 fact check 完之後，咁揀邊個城市你想去嘅，呢個係關鍵，因為唔同人，因為有啲朋友可能真係我要成家人去遊嘅。其實第二家園有個好處就係因為全世界嘅移民嘅政策好多時咧，你都唔係一條直線。所謂直線嘅意思，我又可以帶父母，又可以帶埋老婆嘅父母。咁小朋友除咗我哋講緊21歲以下咧，咁其實而家呢個第二家園有個好處就話，就算你係超過呢個年紀，但係你都係叫做受養人啦。可能因為讀書嘅原因，20零歲嘅小朋友啦，即係都係雖然叫已經成人啦，但係你都係養緊佢嘅，或者身體上係需要父母繼續照顧嘅小朋友，其實都可以通過呢個 program。咁所以呢個 program 有個好處就相對真係我哋今次覺得今次推出嚟咧就平靚正。咁尤其是譬如你特區嗰個大家都少數怕長計，數口精嘅香港人又話，喂，其他地方要5年續一次期啦，咁同埋個要求個儲錢嘅門檻亦都唔一樣啦。咁我哋呢個係10年，即係特區計劃，除咗樓好平之外咧，存款低之外咧，咁你都要諗喎10年一個續期。咁咧中間你又唔使使錢啦，亦都唔使怕麻煩，因為5年續期，咁可能到時候要大一輪嘢，咁其實唔使呢啲嘢嘅。咁我覺得都係對香港人嚟講，即係識計數啦。因為其實而家嘅香港人咧，去到邊度消費咧，都一定係揀一個最抵玩嘅 program。咁所以我係強調，如果你諗住係用一個最抵玩嘅 program 去做第二家園咧，特區森林城市呢個咧，其實係確實係幾好嘅選擇。今集嘅時間夠啦，大家想知道更多資訊嘅話，請留意我哋下一集啦。好，多謝晒大家。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